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如果明天前隕石降臨，明知逃不掉，注定喪生，世界破陷，天空灰暗。我最期望誰來慰問？爸爸媽媽、朋友或愛人，耶穌佛祖，神有沒有份？我過去總未及周控關注至親，求神護蔭，為了開心。20世紀末日未接近時出生，繁華盛世，怎麼竟不會抗拒被吻？從不願意細緻的對待人，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20世紀雨大雨怕為情犧牲，祈求被愛，偏偏竟封閉對鏡自困，從不習慣去勇敢愛別人，誰人又會一起看地震？爸爸媽媽、朋友或愛人，耶穌佛祖，神有沒有份？我過去總未及周控關注至親，求神護蔭，為了開心。20世紀末日未接近時出生，繁華盛世，怎麼竟不會抗拒被吻？從不願意細緻的對待人，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20世紀雨大雨怕為情犧牲，祈求被愛，偏偏竟封閉對鏡自困，從不習慣去勇敢愛別人，誰人又會一起看地震？20世紀雨大雨怕為情犧牲，祈求被愛，偏偏竟封閉對鏡自困，從不習慣去勇敢愛別人，誰人又會一起看地震？從不習慣去勇敢愛別人，誰人又會一起看地震？喂，搞掂啦！耶！